好咁啊，又講賽馬貼士啊。一早做咗佢先啦吓。咁咧就第一場4號電信驕陽，第二場咧就2號獵寶勤，第三場咧就4號瑞氣威風，第四場咧就2號紅愛社，第五場咧就1號凝聚美麗，第六場咧就2號勁沙塵，第七場咧就1號貓貓怪，第八場咧就4號三軍勇將，第九場咧就3號幸運星球。咁咧睇下今日咧會唔會開熱門篇啊？唔知，希望佢可以開到熱門啦嚇。我嘅貼士咧全部都係熱門嚟嘅。